其实我母亲是汉人，我也是在汉地长大的。月支有什么名将，我倒真不太清楚呢。哦。不过我爷爷倒是和我说过一个传说，在西边，比胡地更加西南的地方，曾经有一个庞大的帝国，名为波斯。波斯的军队所向披靡，征服了无数周边的国家，直到他们遇到了斯巴达人。面对波斯的10万大军，斯巴达王里奥尼达斯率领300斯巴达勇士扼守温泉关，死战不退，阻挡了波斯大军足足3日。后来，波斯人找了一个当地的叛徒，带着他们从一条鲜为人知的小路，绕到斯巴达军队身后发起进攻。300斯巴达勇士全部牺牲，以300军队对战10万大军，苦战3日不退。我想，这应该算是你所说的传奇名将了吧？嗯，